来，这个中国讲台湾酸亚验出一种有害的生物，所以暂停台湾酸亚进口到中国。讲这项的禁令对高雄的六股甲桃园区影响无大。当地果农讲，这几冬来，因的金凤酸亚拢是外销到加拿大甲新加坡。 只是外销的数量有限，加上内销阁有剩，所以中盘商收买价数增加，一斤才6块尔，是20年来上歹的价数。不过，这个价数的关键嘛是爱看品质的好歹。高雄市农业局就讲，高雄的金凤山亚品质就真好。今仔日伫个台北农产批发市场拍卖平均价数40块4，关出到前2年1公斤。 24块1的水准2/3的芒果都在地上。果子园的土骹拢是绿绿的果子，原本一粒一粒拢会当采收，也毋过煞落伫土骹烂去。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，造成芒果都没有办法收成。看着心灰乌有去，果子农的心有够痛。 这是高雄桃园区一个果子农以8公顷金凤酸亚园的状况。根据当地农友表示，虽然这摆中国暂停台湾酸亚的进口，对因的影响无大，因为这几年来桃园区的金凤酸亚拢是卖到加拿大甲新加坡，只是数量有限，加上内销有剩，中盘商就以每1公斤6块钱的价数来收，是这20年来上低价数。果子农讲，这连成本都无够踏。栽种很贵。 栽这一箱3000块，工钱又增加，现在这个划不来。那桃园区高雄6股嘛出产金凤酸亚，也毋过因为收买价数伤过低，有果子农规气就无爱收。也毋过嘛有果子农讲，今年盘商的收买价数确实无悬，也毋过价数的关键和品质的好歹有关系。高雄市农业局是表示讲，今年高雄的金凤酸亚8月23号伫台北农产的批发市场拍卖平均价是40块4，比前2年每1公斤24块1的水准也搁较悬。 同时也强调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，而且结合国内量贩甲电商通路来增加果子农的收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